今日同 Coco 用西班牙品牌 Advanced 狗糧同埋 Snacks 玩遊戲，不妨同屋企嘅狗狗玩下訓練一下自留起一張 Advanced 狗糧放入其中一個紙杯，之後俾狗狗知道，然後將紙杯左右快速調動，再睇下狗狗揾唔揾到杯中嘅食物。Coco 用個鼻同我講話係中間呢個杯，答案係正確嘅，耶！媽媽表示好叻豬啊！遊戲2，將紙杯搭幾層，用 Advanced 骨骨 Snacks 放喺由最低層去到最高層，睇下狗狗會唔會整跌晒所有紙杯。第一層係成功嘅，耶！去到第2層啦，已經失敗咗咯。第3層 Coco 話中你冧晒，我唔玩啦。Coco 食嘅呢一款係低過敏處方狗糧嚟嘅，因為 Coco 有玻璃肚問題啦，可以幫助佢消化時候嘅過敏。處方糧嘅原理咧係將極低分子量嘅水解大豆蛋白作為唯一嘅蛋白質來源，係屬於推薦嘅，而且可以改善腸胃同埋皮膚炎，同時有效抗炎同埋提升免疫力。Advanced 嘅低過敏處方零食餅乾有天然油油可口，用嘅係水解蛋白質同冇蛋白質殘留嘅碳水化合物，可以降低食物過敏反應。快啲用我個 code 08 5折優惠啦！